各位讲坛师、各位大军，大家好。今日就是特别欢迎书店，以及咱中原大地领导安排，到今仔这个法会，那么互我宣示真言的指令，要来咱们各位来探讨，到底伫目前千门万道做法的时阵，到底是宏观成员正当的法律的地位。那么第二点，也咧和咱各位来探讨，就是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是对。第三点，也咧咱各位来报告，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基础如果是在对。所以，咱这个题目这个迈向快乐的意义家庭因这个题目，咱就咱头尾报告第三点，大家明清出来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归你的管束，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基础如果是在倒位，所以咱这个题目叫做迈向快乐的意义家庭因这个题目，咱就头尾报告第三点，大家明清出来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归你的管束。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归这个你的管束咧？当然要伊的因缘，甲伊的主要理由。那么头拄来讲，现在是这个千门万教做法的时阵，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殊胜，但是会当提出经济出来无？会当是真明确，初法到二法，二法要到三法，伊这个传承的证据提出来无？拢是家己安尼，家己自称讲家己是啥物组啥物组安尼，家己是啥物所以今仔日咧，咱一贯真理天道绝对是各位互咱有信心，因为这伫咧佛中记载2500年前，伫这个二法甲三法伊咧交接，这个所在就用得起这个所在就伫墓顶受记，就已经甲伊受付2500年的代志所以这绝对咱就站得住脚所以今仔日这个迈向快乐你的家庭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第一点就是天命传承你的英文天命来传承你的英文。那么伊其他有真侪这个外来对咱无了解的人，听讲咱一贯都祖师是你的佛，那么咧伊就开始来提了你的下生经。一句话来讲，伊讲你的是56亿7000万年后，才下阎浮提度众生。所以，即摆来讲，你的英文是错误，但是咧，今仔咱毋是要甲伊相请，嘛毋是要甲伊辩，咱是只有要来肯定咱家己，希望咱家己顿时听到即句话，咱莫确实的明白，你的上生经记载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讲咧，这释条的入了后。马上归你的宝处，你的宝处偌久？宝处56亿7000万年，咱才个顺利的下阎浮提度众生，又毋是讲56亿7000万年后，你的祖师来度咱。所以讲这个论调的人，伊是家己看得无真清楚，所以咱绝对站得住脚所以无不可以，无不可以。我是咱电脑选的进化伊咧唱伊咧分的，但是因咱电脑处理选。这个书修哥讲，像人知咱了解这是老家面的，这个庙书内底一本册一个修道方册当然这内底已经是为老家面内底拖出一点点或者流出来这内底咱花时间上，虽然今仔有较小可啦，因为也不是一个讲书，所以就我嘅内容半点钟来，就我拢1点钟尔，点半钟，这个点半钟来。
天道普渡的因缘，照明颠倒的性命。师尊以师母奉献心，普渡三者，人义生。这一集来答。天道普渡的因缘，这句话咧看作平常，但是实际上，咱伫一个平常，伫一个表面上，咱用心去甲看，用心去甲看，其实看愈深度，安尼讲，咱看咱这个身躯咧看表面的平常无啥货，外口就是一个皮肤，哦，身材较水，咱讲第一天生丽质，伊看起来真有咧。我若是少着伊有型咧看，啊，你真正看你做无精神的，你是安怎走袂无分是毋是？还是真个烦恼啥货是毋是？还是身躯无拄好是毋是？我是用即个表面看。所以就是讲有内在看袂到的，一定支持；对无形一定画甲有形，有形了才产生互咱感受会到这个有形的一切现象。那么我头先比如来讲，这个天道普渡因缘，咱就讲啊，都足简单的啊，进天道普渡因缘，点样书哦，咱啊请了教，啊就讲因书一直咧讲引导，啊叫咱来传读者这个看做因缘聚会，要叫咱来遮开班参班，哦，只是我若等候，我若要去，这因缘拢付出啊，哦，拢熟悉啊，咱会感觉讲，咱像无啥物。无啥物外尊贵啦，吼，无啥物外难得啦。你若真个要难得，讲像真咧考试，迄通讲做要做空姐，吼，啊，要考20个，讲2000几个去咧报名，迄个读个诚钱啊，要落叶报贵啊啦，吼。或者是讲要去台大专校来，怎啊做全国性，共迄年的即款做考生，讲有几万人，啊，要考入台大才有几个人，迄就大家都有一个尊贵性。啊，这毋是，这讲只要我大年来就有，所以迄个感觉，迄个尊贵还袂出来啦。换一个角度来讲个，今仔日咱对参班，咱对研究，咱对开，即个看做读道上班做这因缘上，咱来讲，有嘛是安尼，无嘛是安尼。今仔无听道理，班嘛一日子嘛安尼过，今仔日有参班嘛安尼过，今仔有出去办桌嘛是安尼过，有要无哪想差无偌济啦。哦，咱有即个感觉，事实上是咱对即个内在。咱体会无深，为什讲内在体会深？就讲一个人，今仔日腹肚若足饱，即日经拢食饱啦，咱大众食饱啦吼，啊，食较足饱，真啦，讲去传一道菜足大道的啦吼，足澎湃的啦，万咱前世而且你看是安尼好，咱会感觉安怎？无啥货啦吼，无啥货。为什么？其实毋是一道无啥货，是因为咱腹肚已经饱，所以感觉迄道无啥货。真正我较过去迄阵捌，伫外口做算飞吊车吼，一边中老师啊，便当行的，迄算咱包便当啊，蹛伫公园啊休息，我公园啊边休息食。也有一个迄流浪汉的，我就头就不介意流浪汉。我坐伫遐伊入来，我看我毋知啥意思，迄看嘛是介智商介低啦，正常。啊，一入来我看，奇怪，这人我都毋捌，一直看，啊看我到尾我毋是咧注意看我，是咧看我迄个便当。啊，看便当较无，我这是安怎？尾啊，当今咧食便当是讲死，我就咧讲偌欢喜，偌欢喜，因为迄在遐几年，真正个。啊，咱是感觉咱食咱无感觉啥货，咱若一顿无食，咱嘛无感觉啥货。无啦吼，一半顿都无食，咱无感觉啥。但是伫迄个当中，咱讲饥饿、饥枵渴、饥不择食，真正伊了了，伊有迄个迫切的需求，伊真正想要爱的时阵。迄顿，就咱上慈禧太后迄阵咧流浪，咧走路啦吼，毋是流浪，伊咧走路，就咱北国边几入来了，我无落去食着番薯条啊，啊，就流浪去啊，我无食着番薯啊，煮地，我做地瓜煮起来好食。哦，在风中内面咱嘛食得真好食啦，风中的拢艺术呢，拜托伊全国上好煮饭的人，太厉害，叫伊个风中煮饭好食，伊讲伊伫风中捌食好食，其实毋是。毋是讲伊捌食好食，是因为伊伫风中内底毋捌受过饥饿，啊，所以伊咧走路当然爱行嘛，爱坐着爱流浪嘛，啊，一个腹肚一个了后地啊吼，迄顿食咧，等于等甲北国的迄个看做迄个煎鸭粿了，伊搁倒转去伊风中内底，交代伊煮的，拢一模一样的，就是食个无了食，啊，迄原因对，不是在我，对对。同样意思，今仔天道普渡因缘，咱来讲，这无啥货。其实毋是天道因缘无事情，不是这样子，是咱内在咱对
伤嘿哦，是讲伤了面甲子大，听讲我唔白食咧，啊无法袂少，我做起来就是含酸药倒落煲落咧，酸药倒酸的啦，哎倒酸的，它有酸药倒有啊，酸药倒变成酸药倒，迄要食迄酸药倒是甲猪肉样哦，啊接地的倒甲啊迄个倒煲咧，啊酸的，啊为什么他要食酸药倒？要囡仔甲讲讲啊听一边的，就较早一个讲白，人一个讲讲，伊讲啊八成真都无讲通去食，啊无通食吧。哦，甲讲真都无同那个食，迄个方面讲啊，因头无敢若头要食嘛，都含糊都无人食到了嘛，人食，同样伊像囡仔，你通食甜的，靠这甜哦，就咱袂晓食，咱就要食酸的，原因就是不敢食，不食，啊这个这个，啊糊了伊就感觉这足自然的无啥货，很自然，是大一年花就是安尼，但是伊无你了解讲，今仔日医生我伫这环境因缘来，无毋这是伊过去的福报。但是，若毋是阿公阿嬷伊一路来拍拼所汇集起即个因缘，伊今仔日无即个环境啦。我发现比如安尼咁听意思，咱今仔日讲即个因缘，即个自然自在。若毋是过去的先贤壮烈的牺牲，若毋是过去的前贤把心为着要甲即个心，即个一贯的道脉，啊，讲丝丝密密温馨。啊，普如为团，温体要甲即个真正的心法传落来、流传落来，附近因的精血，用尽因的心力，包括医生因的生命，一面互传落来。你今头遮尔舒服，找这个业这个方面，你这个张所开，那足舒服呢。但是咱抑阁袂珍惜，原因是对的，不要怨天，不要尤人。真正后日若去等你。若佫继续伫六道轮回当中，迄阵要完成只是完成咱家己，真正。所以天道普渡因缘，迄个因缘，天地之间要汇集成一个，互咱看会到现实，伊要有足济咱看袂到因缘去形成起。但是迄个咱一般人讲啊，自然就是安尼嘛，很自然嘛，所以咱听咧讲以因缘来做一个比喻。世界60亿人口，偏偏拄啊世界60亿人口拄啊你配合因安尼安怎带入去？安尼你看这因缘的事情，拢无啦，迄阵嘛毋知影无人主写快递啊熟悉啊来台湾交，啊就是就感觉袂歹结婚啊，这看是安尼。但是伫冥冥当中，遐牵制偌济因缘来，真诶呢。啊，迄冥冥当中，恁老爸老母若无生你好，今仔靠这因缘，对方若无嘛无，啊若无我甲迄个时间来离某一个所在嘛。啊，就是为什么你睇我来离啊，就是因为某一种因缘来离啊，或者是来离啊做那有很多很多的巧合，人家讲是巧合，啊巧合其实就是因缘，叫做汇集嘛。啊，这个巧合汇集做伙，这是一段时间啦。那么今天的透过因缘，这个因缘是啥呢？伊这个因缘，师尊甲你讲，这内底挂出来的甲你讲，是交灵颠倒地灵的心，对不对？所谓交灵，交灵灵的讲，要互咱真正这个光明、这个灵性一经，唔知影去啊，识到去啊，伊一定甲咱唤醒，甲咱讲我清楚，因为这圣灵沉落、沉沦、袂卖、游乐、袂失去，所以这个圣灵咱的灵性，无求的人，你讲讲有灵性嘛？有一些人他相信，有一些人他不相信。你讲讲灵性不对，安怎修会成分会回归倒来本来为伊会相信，无会相信。但是今仔日同样意思，咱今仔师傅讲门生，安尼无是我想一个，师傅今仔日若毋是入天道，入道场修了我做师尊老大人的一指，当然是点样书一指，当然你是代表书名，是师尊老大人甲咱开启。如何去到道场了？即个经营点样书前辈写安尼一路甲咱教育，咱今仔日咱对道对真理，咱较有意识，不相人，我安尼相人。因为师傅讲咱今无道，咱照在咧等啥？足简单，人生在世间，你若是讲有另外一个心怀意义、用心寄条，无来就是做工作。啊，师傅讲上班，我今仔无班通上班，佚佗。家庭我佚佗，逐个小二小买一台比一台较大，台，一台比一台较水。迄画小二小听咧讲咧，后壁演着怎比唔呢？内底款款的都要食的，要大的，要食的，要大的。
就讲去带去食，我困伫车顶，要食要带，包括冰箱，规个拢放伫车内。因礼拜时啊，左小二路是3个4个台湾佚佗，佚佗到啥佚佗伫国外去，国外无要创啊趁钱，无要创啊趁钱，就是要开，无要创啥。啊，人生大过去，所以讲家己心念处去肯定讲，就是安尼。咱无咱今日道有即个道，有即个灵性，念到咱要去开始要恢复倒转来，咱开始慢慢像一个囡仔，伊毋捌开始要接受教育，由浅入深，由无知由正到知，由回到本来迄个真正本性的真理，为之也做真理的无知。迄个过程咱来行过，所以行过这就是要照亮咱用到的性命。所以三期大开普渡这个因缘是非常够这因缘。真的，咱今日先开班，内底咱较早就有服，就今仔都有服务人才，进前咱就来整理有大排宴，厨房就煮饭，就买菜，我坐只师傅，哇，你都感觉啥货？迄我一个人伫边安做，啊，就咱想讲，人家讲咱今仔穿这领衫，钱客去甲买当然穿的，但是这领衫爱陪着偌济因缘才会成熟，咱拢无去想。确实是咯，所以伫即个因缘上，咱今仔伊即个重点就是要照亮咱领导的性命。啊，咱即个性命，咱的自性若真正无恢复倒转来，继续伫六道轮回当中，祖师甲咱讲，自性用迷，福何可记？咱伫世间所追求拢是一种福报，名利富贵、恩爱，这拢是一种福报。哦，确实就是安尼。既然是追求一个福报，咱的自性若叫迷去，这个福报救袂。当咱到生死大劫到，叫成无法度。好呀，人嘛是爱死，真系是。古阵古人哪调一样啦吼，蔡完从蔡完林咧，喺台湾的上好呀，嘛是调鱼啊。你钱遐济他会死，若讲钱济就袂死，但是真系用一个单钱，较认真的话，既然若钱济就袂死，毋是钱济照常死。啊，好呀，人做官咧，做总统诶，一个有影条。邓小平嘛死啊，毛泽东嘛死啊，较早老蒋嘛死啊，迄拢是共爱离婚。所以虽然有足大诶福报，但是要教训我讲，低动自性受欲到轮回诶恶果。所以自性去迷去，既然讲自性迷去，就是讲福何可记？就讲有福报，原来我都只注意即个六道轮回，真诶。所以咱今日人生甲想啦，来到世间咱来讲人世间足快乐，啊世间就真诶足好佚佗，啊世间就足享受，啊来偌紧，来袂过咱袂惊，咱拢好是讲来做袂做唔对去，那安尼道理无研究偌紧，那安尼放无参偌紧。但是咱若换一个角度讲咧，真正做人是艰苦诶，轮回是艰苦诶。也什么时候要做唔对，要起无名，要造业，造业了要受果报，什么时阵要来，咱唔知影。咱若有一点嘅挂虑，咱就爱较认真参班嘅，较认真研究，修班爱较拍拼，较努力嘅。因为安尼有用了修道对人类在认真去修持，这也做明咱嘅心。以后向外认真去办，这也做了咱嘅愿。除了这两条路以外，无法度贯彻咱灵性之主的路。所以师尊老爸用咱指示，修道修心，啊办道真心。啊心爱穿到对答，啊心爱修到安怎样？这除了咱下一款修学的提升，咱愈来愈了解，啊愈深入，啊愈深入，咱家己会水会意境会愈用愈悬，咱家己要求愈来愈悬。真诶，我是用咱比喻，读国民学校学生啊嘛学生，国中嘛是学生，高中嘛是学生，啊国校的囡仔读高中啊学生啊咧，想法差有济，差足济，了解差有济，差足济。啊，当然讲国校交国中啊，交高中啊比起来差足济，啊若高中啊交大学的比起来，嘛是个差，这嘛是学生啊。啊若交遐博士呢，博士了解就更加超越哩啊。因的意境、因的看法、因对事物的了解，这款探讨都差足济。啊，所以这个咱大家在每个人拢一样，读一个硕士啊，读一个博士，原因是对啦。
因为这是就业伫社会就业上界悬的境界，最高的层次。当有意思，咱今日修学科，咱咱当然讲啊，就是这样子而已，无啥货。事实上，对内修的方面，内修要内修，真正真理无明，绝对修。讲迄个人成作好，啊，迄个人作顺先，顺先是伊的真好，无代表伊能力。啊，咱像社会上啊，咱个社会人，咱有啥无修嘛对嘛？人个无咧修，无咧修啊，嘛比咱做较好，毋是，是因为伊的真较好。是伊的真较好，啊，若无叫伊来食菜看卖啊，叫伊来听道理听看卖，叫伊来讲道理讲看卖，他不会。啊，你咱袂当讲用伊的真好，就来破定，破定讲，咱今日大家入到道场了，虽然修了无管理，修了无差强能力，但是咱有修绝对咱会讲，真正哦。啊，若无咧，咱今日若无修，咱可能伊今仔日，咱可能会较歹。较不足，所以要教明因乐的性命，这是三者大开普渡这个因缘。师尊甲师母奉献心，普渡三者的因贵先，奉献心这天啦吼，这天的意思，这不是咱人的意思，这个天是啥？这是代表因缘上帝的意思，违反一名上帝吼上天如今的意志，因为师尊师母奉献心，目的要怎啊？普渡三者的因贵先。啊，当然咱正看会到，咱正所办的，咱是办因做的代志。当然也会咱点一寡规矩，但是这拢规矩拢无咧点啊，咱的工业拢无咧点，因为拢占袂掉。比过去有超法的了，拢占袂掉，因为什么原因啊？功课无够，功德无够，啊，所以功德无够，才会到地拢倒，啊，所以咱只能到人上无咧办点工业，较早咱若捌听过经验，咱厝边就知影，较早迄过去。到迄个以后，足少就拢无咧点迄个工业。啊，当然道先这是师尊的代志。啊，所以人讲师尊师母因法度普渡三者因贵先，因为因贵先拢在第三界中，三界中既然都做仙，咱就做神啊，因为应该自在，应该像无限的福报啊，因天界遐修啊，为什么爱去受点？原因是对啦，因为世尊讲讲三界无安有回的，虽然你伫天界遐是伊的受数法就够。修所到爱去轮回，轮回了后，愈来到世间，就低头啊定啊，以前的什么事情全部忘得一干二净。啊，去定来难免的受环境的影响，受环境的影响，是不是要做凡下过程，无人知影。啊，当凡下过程才继续。所以这是真可怕的代志。所以师尊师母奉献心，啊，无咱今来真正有这个因缘，啊，有这个福报。过去咱所累积来这款思想的因缘汇集，咱今爱好好来珍惜，因为因贵先唯有是因道要修才好修，所以因道是欲界十处，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神道、阿修罗道，包括因道，拢伫这个因道内底。咱若咱看畜生，咱嘛当看地狱道来人间内底，嘛当看恶鬼道来人间，恶鬼道会对答，伊所比来就是。迄个才会当起来，真正迄咱一个笑，这也做伫人间事的啊，地下道会个地下道迄边甲看卖啊，迄个手术白遐你甲看卖。哦，迄条钱爱去好诶，拍落了掉起来，啊，袂去就掉。咱若去边甲看卖，现在看到第一只讲心惊胆。哦，啊阿修罗道呢？阿修罗道是真过好相，原始诶啦，阿修罗道，伊是修道嘛，阿修罗道，啊人道是咱一道。所以欲道十处伫因道内底拢会当修，